讲最近伫咧网络顶头有一段影片，有一阵中国学生甲捞片的片水是超工高伫咧咱台湾驻教廷大使馆门牌顶头，咱大使馆嘛已经报案，外交部嘛表示一定会告到底。 穿甲比色外套的查甫人出来成片啊，几啊摆了后，就抹伫个中华民国驻教廷大使馆的看板顶悬，赶紧就离开。网络指出，这5个中国籍少年人是伫12月25所做的。驻教廷大使馆看到影片了后，马上监视器画面，向警方报案，也请清洁人员消毒看板。 外交部对此严重失礼且欠缺基本文明素养的脱序行为表示谴责，并已经将所有证据资料提交意大利警方调查处理，后续将采取任何可能的法律追诉行动。驻教廷大使馆伫面册公布监视器画面，表示这查甫人可能对民主感冒、对自由过敏，呼吁爱惜中国人的形象。 只是即马中国爱国小粉红世界出征，不止网络顶悬一直闹火，讲台湾是中国一部分，伫各国拢会维护中国形象。前一阵伫日本也大闹中华餐厅，引起关注。你们作为日本人丢不丢脸？对于这件事，这个中国呢，现在企图用这个操纵民族主义跟爱国主义来对国外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认知作战的一个作为那其实呢是充分的达到这个反效果的作用学者指出，中国推动爱国者主义运动，伫外交顶悬也展现战狼风格，电台影响民众更加激进。历史小粉红海外攻击变相合理化，不过这也造成反效果，互各地出现反中情绪，影响中国的国际形象。记者综合报道。